台湾历史博物馆为着要让大家了解到140年前清朝甲法国之间的战争历史，也就是台湾人所讲的西仔反，所以特别来规划着展览会，要让大家看到当年勇敢守护家园的小人物。 180年，也就是140年前，法国为着逼清朝势力退出越南，发动攻击台湾家人和淡水。这段清法战争，就是台湾人所讲的西仔反。这是希望讲会当提供大家一个新的角度，会当了解150年前的这个真重要的战争对台湾为地方的民众所产生的一种真重要的一款影响。这段西仔反战争过程中，除了家人和淡水围标内底，也可以当看到标安好描写新名来做定的传说。聘请这个脚趾陶的师傅叫林光义师傅来帮忙去把这个传说把它刻画出来，并且放在这个他的庙宇里面。博物馆用无同款的角度展览西仔反这段历史，同时嘛探讨台湾和法国对这场战争无同款的启迪方式。 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